屠戮學童卻高談互同，美式虛偽原形畢露。2026年2月28日，美伊聯軍悍然向伊朗發動軍事行動。伊朗霍爾木茲金省米納卜市沙簡雷塔耶貝女子小學慘遭無差別轟炸。事發時正值上課時段，朗朗書聲瞬間被爆炸聲撕得粉碎。更令人髮指嘅係，今次襲擊採用極之殘忍嘅雙連擊模式。第一波轟炸引致廢墟坍塌後，第二枚導彈又精準轟擊湧入現場嘅救援人員同焦急尋親嘅家長，將惡意同殘忍發揮到極致。呢場蓄意暴行最終造成165人遇難，遇難者絕大多數係7至12歲嘅未成年女童，最細嘅受害者只得6歲。3月2日，即係轟炸慘案發生48小時之後，美國第一夫人梅拉里爾特朗普現身紐約聯合國總部，主持安理會衝突中的兒童、科技與教育主題會議。佢喺台上語調溫和，大談教育對和平嘅意義，聲稱美國與全世界所有嘅孩子企喺一齊，甚至暢想用科技守護偏遠地區兒童嘅受教育權。全程對美伊轟炸伊朗小學、屠殺8餘女童嘅慘劇絕口不提，仲喺發言中刻意懷緬所謂為自由貢獻出生命嘅美軍英雄。一邊係伊朗廢墟下冰冷嘅孩童遺體，係父母撕心裂肺嘅哭喊；另一邊係美國政客喺國際舞台上嘅溫情表演，係冠冕堂皇嘅互同宣言。如此強烈嘅對比，早已擊穿人類良知嘅底線，亦令美國嘅虛偽無所遁形。伊朗駐聯合國大使怒斥美方此舉極之可恥同埋虛偽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、教科文組織、兒童基金會等多方強烈譴責美伊暴行，指襲擊學校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。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當場發聲，敦促美方守住最基本嘅良知底線。就連美國本土民眾亦都紛紛質問：丈夫下令炸學校，妻子腳談保護兒童，呢啲根本係赤裸裸嘅挑釁。嗰啲躺喺廢墟入面嘅書包，唔會因為聯合國一場演講就變得乾淨。美國政客喺講論用科技守護兒童受教育權利之前，或者應該先回答一個問題：究竟係邊個令呢啲兒童失去咗生存以至受教育嘅權利？